那句那就理解给成立的，米把世界统计了秘密，那把世界第一动脉长短节，最落实，你去的成立是嘛？就特别少。现在所要教导的是可以听到吗？好像没有开。现在所要教导的是慈悲当中的藏文里面所谓的音阶，我们中文翻成悲心。一般我们口语会讲慈悲，但是藏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强巴，一个是音阶。强巴是前面所教导的慈。而现在教导的音阶是慈悲的悲，所以我们口语会说慈悲。那但是特别现在所讲的是音阶，也就是悲的部分。所以针对悲心要给予定义，所缘境乃是一切有情众生，愿彼等能拔除痛苦，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拔苦与乐里面拔苦的部分。若他们能远离痛苦和痛苦的原因，该有多好？对于如此的定义能了解吗？所缘乃是一切有情众生，愿彼等能远离痛苦。第二呢，强巴等长多人，你把世界统计了秘密是的，公交的你干嘛怕呢？世界统计了秘是的，世界永远是世界没啥用对方层面的问题，搞不好有生理，世界搞得了呀，美国一样，电过来这个东西，这个有一张，刚刚境界，你其实美国那个世界个世界生理往的当为那样，得了动力的团队这一路是的，世界肯定个动力的搞来，跟过去嘛，团队大不干了车呢。动力这个团队结果到成绩这个动力的我们是规章，动力的是嘛特接。第一点，动力的团队的生活就建立对生活点达到了对嘛特接。第一点得了呀，这一逻辑，建构的是对，这个在了解没了解，这个对面就能去，当能去让其他的情况没讲完的，军队贡献其他那点做了第一团呢。密切的，他刚刚讲的话就有个东西。和前面观修愿意词的方式很像，所缘取的对象是一切有情众生。当我们闭上眼睛，内心想愿一切众生等等的时候，此时对于一切众生的概念，我们会产生一种空泛的想法。一切众生到底是谁呢？没有一个概念，无法掌握。这是第一个困难点。第二个困难点，前面所提到悲心的定义是所缘一切众生，愿彼等远离痛苦。那一切众生的痛苦是什么呢？他们正在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呢？假使我们想要为一切有情众生拔除痛苦，那么在除苦之前，首先要认识的课题就是他们正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如果连他们正承受了什么痛苦都不清楚的话，很难正确的进行观修。所以这是我们初学者会遇到两个困难点。第一个，一切众生产生空泛想；第二个，众生所承受的痛苦是什么，我们无法掌握。所以，若非经过长时间熏修的修持者而言，如同初学者的我们一般，要进行慈悲的观修，会遇上的难题就是这些。然后对这个理解公司的世界的动力上的变呢，西南那个呀，少制作上的，他把制作上的给拔起来，刚把也装个给嘛，拔起来插嘛，对下面这也相当少我们做。制作的当呢，在对动力的插入前呢，上面生活的当的挺紧的，理解。工地也个那么些人，对这工地也多，对工地以呢，通过可甚至这个动物宣布的民间团队的让个系列的，没对我给，什么没就要个创造的全部修正，慢慢去用过的吧，其实有的，
다데 동네에 자나 상모데 동네에 소시트 정체이지는 대자로 지나서는 때니 대류 뒤축체고 공략이 동네 숙체를 치는那三个没经营茶油呢，对那个怎么回事？另外，在观修悲心还有一种状况是所缘为众生，这时候他们想到有一些牲畜被宰杀的时候，它的身体被绳子所捆起来，被刀所切割、滴血等等，非常的痛苦。如果在这个部分做太多的思考跟观想呢，最后导致他内心产生了恐惧，产生了不快乐，没有办法在除去痛苦上以正确的方式来观修，最后内心的痛苦被强化，所以他内心会变得很恐惧、很忧愁，非常的闭锁，会闷闷不乐，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导致自己内心的痛苦加剧，这是由于错误的观修悲心才会发生的问题。인지문화라 나중에자 주도 시용 되게 진요 인지 기모지. 그 님은 지금 그게 그런 이제 공이 조성스. 아니 유도나 지치네 신지 동네 제도다 가가를 시지 뒤뒤를 때문에 빠져 자도 파파도 라도 신지도 꽤 반응만 그 센터 주마상만 뛰는 진심도 이거다 도스테네 담보 때문에 대전에 다 신지도 이제 상로도 전에 다콘도 동네에 배 자로 지나 생각하는 때니 대리와 인스트 담보 메주메를 상로도 있을 때 따지는 주저지 제가 직스러우지 때문에 제가 다서를 다는 때는 사모나로 배대 아르탄 땡고도 쿠브 동네니까 아르마데제 때는 컴퓨터에 막 고접제는 컴만니디 안테 공도도 녀야고 쿠마스 사니에서 선바데 종항 로지제디도 진지 니제 공나 때는 대화지우스 니제 공나 대화지금도 동네지우스 그렇게 니제 공바 마시와 제네 동네의 자난량비 상로 디 전비 신지 별미비 용장 아마 신지 별미비 저와 들로데 코브 상로 부담마 희와 체네 동네 코타가다라 상마다네 별미 되어 동네 근데 동네 공들의 동네 숙제 제그마도 동네 좀 로마스 在英国有一个老太太，经常会参加卢文切说法的课程跟活动。有一次来向卢文切报告说，她近期在观修悲心，有些许的成果跟状况。那进一步的问到她观修的方法，她就报告说，她都看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可能是动保的一些影片。他会去拍摄屠宰场里面鸡、鸭或者是牛羊被开肠破肚、被宰杀非常痛苦的样貌。那他看着看着，内心就想，应当要愿彼等远离痛苦，获得快乐。可是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呢，其实是长达1个小时的，可是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就把这个 YouTube 手机或者是电脑就关掉，没有办法继续看。因为内心非常的痛苦，觉得这些动物鸡、鸭或者是牛羊被宰杀非常的可怜，所以当天晚上睡得不好，而且隔天又开始一整天陷入一种愁云惨雾的心情，内心非常的低落，非常的忧郁。其实法王仁波切提到，正确观修悲心的方法是着重在除苦。消除痛苦之后，就会获得真实的快乐，就会获得一种快乐。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观修悲心，他会着重在直接观想痛苦之上，最后痛苦被强化了，观修者本身没有办法获得快乐。所以正确的观修是除苦后能令众生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而并不是着重在痛苦的点上直接加以观想。如果我们不断的去观想痛苦，这个痛苦是会被加强跟强化的。现在他这里的你这广当的，他你能听见的。他们理解的让了上浪当一个是他妈的，让了看看他是微博让你来上浪当的，让你的
동네 요대와 딱 모습 잡고 시나요. 남주 전대장의 강한 믹스에 가르쳐요. 내가 제마투와 내가 투주 땅가 야네 저게 류가 나사가 뭔게 가리 이나다 말은 저기 먼저 상상치 랑 강아지 요대와다 영조 기초 이장 랑 강아지 타고야 지상와 땅이 랑게 랑라 때네 나 동네 대대치나 초대와 때다 기다게 말아 이 제거를 지레 향상에 대리이 나게 주요 동네에产的这么两个商务全部多，第一托尼东南的产的这么多两个是第一人比，第一交通的呀，那让了走去，东南的产的两个让的走去，商务去当年这个是下辛苦的是。现在教导观修的第一个阶段，首先对自己升起悲心。在对自己升起悲心之前，我们首先去回忆、去想自己目前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无论是工作不顺、经济压力，或者身体疾病等等，其中最大的痛苦，我们取而观之，然后进一步，若我能消除自己内心这个部分的痛苦，该有多好，而升起悲心。如果自己目前遇到，譬如工作不顺、身体疾病，哪一个最强的痛苦能消除之后，那该会多好，内心会无比的快乐。所以现在针对自己内心痛苦越能去除，获得快乐，该有多好这个部分升起悲心。三句针对那个。중국 토마고들이 동네 시바 장스 동네 시에데 신자들 말도 동네들 방자야 말이다 동네 공자야 말이지 동네들 신고 동네 가는 거에 바탕도 동네 시바 장스 아니 동네들 주구주 때문에 방과 장스 그래서 이제 나도 단도 동네 신자들 왜 신기 동네 마사 장그 동네 장그 풍부데 풍부 동네 때문에 있어 좀 송겨로 풍부 동네 때문에 있어 동대기 풍부들의 때이 동네 가르침도 여왔대 야지 동네 싸네 그러나 동네 들을지 댕기 가서 들을 여자 동네 대기 전에 쯤하고 나가 라니 동네 들리 다 파키지 로리에 싸고 코 대기에는 ram이야 뒤장이 저와지 제 근데 저와 때문에야 세회고 샤제는 샤고 그랬어 千万要了解，佛陀从初转法轮宣讲四圣谛教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知苦，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苦是了知苦。佛陀从四圣谛教法、初转法轮的内容，一开始都没有告诉我们要消灭苦，让苦不见，让痛苦消失，都没有讲这些词句。佛陀运用的词句是了知苦，知道痛苦是什么之后，下一步才告诉我们。在苦集灭道当中，要消除苦的原因，也就是业集和烦恼集。所以，对于集才是断舍的内容。因此，再重复一次，佛陀于初转法轮里面所讲授的是要我们了知痛苦，而不是直接的叫我们去消灭痛苦。而消除痛苦的方法是从断舍。集这个部分开始，集就苦集灭道的集，集是集合的集。如果大家要做笔记的话，可以这样的方面来做一个记录。那么，因为我们的身是依五蕴而升起的，而正是因为依于五蕴而产生种种苦。对于依于五蕴而产生的种种苦，若能消除，该有多好！内心深切的思维，同时先不想到其他人，而是从对自己升起悲心开始做观修的第一步。这让这个大家大概能去如何的下怎样就供学生。现在大家放松身心，观修片刻，干嘛呢？干嘛呢？大家修5分钟。他等你동네 대의 나도 출대봐. 예장 마 동네 대의 저 투어지 주고 채나 상비 상고지야. 담보 잼.
进一步的意念，若我能从这种困境、瓶颈和痛苦里面脱出的话，该有多好！让你懂得了真的，让你生活的看见的进入了，是为呢，让了早有的都不这个意思。其实让了让个早没呢，让你懂得了真的那个落地也进入嘛，实际上就让你懂得真的那个落地用不提的教中，这个长辈早教一张，早有落得了，那是的。对于自己的痛苦要怎么样消除呢？这种消除痛苦的力量又是从何产生呢？除苦之力的用心，事实上是在愿自己能消除痛苦这种自爱，这种背后的爱心。所以目前我们专注来思维这背后的爱心。早的那是自己都对的。我们专注、专一的观想、思维这种慈爱。
好的。这第一团呢，你把的等于等到我强到等到我姐姐呢，永远有说的人给你也是给们的，多过瘾的，这属于的，他们的，这里嘛就永远就切掉我姐姐，永远切掉我的全部西北上，那就他过永远的差不多钱的，搞出来，也不是中国钱的来上了嘛就有一张，你把的了点钱呢。这个东呢，这个查到钱啊，那个落钱那个钱，落第一场比，得了这里落，这得了三点钱的广大的，几个多少钱？进入第二个次第，如同我们在前半堂课教导观修慈心乐意慈的时候，是次第进行的。现在在观修悲心的时候亦复如是。前面我们第一个次第是对自己升起悲心，现在进入第二个次第是针对我所在乎的人，无论是男女朋友、父母子女，总而言之，选最在乎的人来作为所缘观修的对境。这个时候内心深刻的了知并思维，假使这一个最在乎的人，无论是男女朋友、父母子女，当他在生活或人生当中遇到痛苦的时候，而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最在乎的人正承受着痛苦之时，愿他能消除痛苦，远离痛苦，该有多好，产生如此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在这想法之后，有一个强大的自然悲心作为基础，而现在就是要将我们的心安住在这种自然而然发生而强大的这个爱心作为专注的所缘境。5分钟。点的这的剩下的对，电脑的错记，这个对的都大概是电脑，这些的另外一张，或者上了他就是剩下的是经常不错的有个人是，可是他的当初公布一张经常不错的用途不没有那样，没几个不错的经常用过嘛的是，对了上了当初对没几个创造有个人呢。这女性嘛喜欢，这个上了对嘛喜欢强调，就是说这个上了对喜欢呢，这个人性就叫人家或对于我那张，或者呢上了不是对对热中呢对于朝这种片，对嘛就那样，用那个朝门正片的，或人去就是包括那这个去英国过来，特别就是呢，把这个的先点头大。强调一点，要观修，观察自己的内心。是否升起快乐？因为爱心的本质是乐，所以当我们对于自己或者是自己所在乎的人，观修愿比若能远离痛苦、消除痛苦，该有多好！这种爱心所缘观修专注的时候，内心自然而然就能够升起一种快乐。原因何在呢？如同前半堂课尊贵的法王仁波切讲解，如果我们了解爱心的本质是善，善自然能引生快乐，所以爱心的本质是快乐。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基准。假使在禅修的时候，我们观修自己或者是观修所在乎的人，愿他远离痛苦，获得快乐，该有多好！这一份心。这一份关爱作为我们专注所缘的所依。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升起自然的快乐，反而是处在一种忧愁、恐惧或者是不快乐的状态，这代表我们的观修有错误，必须要调整。错在哪里呢？我们不认识真正的关爱跟真正的爱心是什么，我们把其他的情绪误认为是爱心。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做调整。OK， 不中。
동네에 차야가 터키도 땅으로 말했어. 동네 차 터키 되면서 공항을 용도 말해. 동네 차 터키 되면서 무슨 왔다 지야 되와. 말이 따야 돼. 그래서 공저들도 그 동네에 타나 나게 상호때 이 다고지 용도 동네에 타는 거 상호지 용도 지 저동이야 대장이 이 코리아 저거 로지 용도 어디다 그랬어. 저거 로지로 제가 있는 저거도 공대에 있는 저거도 숙제를 로지 공대도 대 공대라. 이 제만 저거도 숙제를 로지 나중에 몇 전에没想到了我后面今天没得pension的看没得个么子引吧啦，没得个你这工钱的甚至这个东南的朝鲜上面第一天，做到上班，这做个我们这里三个月的做特别的，这用个年不得呀，可让兄弟没想到的同事们呢，刚刚成没的同事马上会落个节。本来就卡拉这边的卡拉介入，然后啷个都没进来，啷个都没得是在生活，啷个往上点的，会不会刚刚的些个特许的，和再往这个给我让数嘛呢，建议多是，我的建议我的税结了的是呢，你这个成不的是，你这觉得这有一张，第一往就没得了，我钱的，可慢慢修炼不的是，就是如果这个特许的你这节目呢，特许让修炼不的是。针对这个问题，法王仁波切提到探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首先赞许。其实目前我们在观修慈心的时候，观修凝结，也就观修悲心的时候，并不直接寻找消除痛苦的方法。消除痛苦的方法是在实践上去处理的。我们在修行的部分分成修行两个部分，修是指观修，行是指实践。所以那个方法等到实践的时候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给予教导。而目前所进行到的阶段是观修，所以在观修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务必要放在使自己自然而然由衷升起的这种zewa，也就是慈爱、爱心，能够不断的辗转增长。如果我们的爱心能辗转增长的话，对修行人而言有很大的帮助。譬如平常本来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或者当我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我不见得会主动伸出援手的人。可是当透过如此的悲心观修，而令爱心关爱在我的内心真实的升起，所以自然而然遇到他人痛苦的时候，我能够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不造作，没有被强迫，自动自发的给予帮助。假设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人，他非常的饥饿，而我能够拿出任何的食物帮助他填饱肚子，或者一个人走在路上非常无助，同时迷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指点他，你该往哪个方向走，这就解除了对方的痛苦，是吧？所以这种能力，我们现在在培养的是不被强迫，而能真心恳切、自动自发对他人升起悲心。如果我们产生这种自动自发帮助别人解决痛苦的能力，这种功德源自于我们观修慈悲心里面的悲心。正因为我们具足了悲心的观修，所以在未来我们实践的时候呢，这些解决众生痛苦的方法自然而然的会出现。以上是法王仁波切的回答。你也可以吗？等一下，实际上第一句，跟一个呢，句，你这个生活的能力啊，东面的商业，的生产那个生活太长，对于多少的讲话都可能你老百姓你了解的。你这的丢的生活当这个东面的生活当，等到咱那两边，落地场的做经济，讲话的第七道我这个说的了，现在第九种的老百姓带来说的了，就是呢，甚至的电话当，对于这个车路钱啊，两边落地接地场源的做经济。
본인이 카포로 출어로 치래다. 이제는 장바지 용케. 장바지는 이제 거지 용케. 남주도 뒤다 이자데日本的下要涨，日本的老百姓呢，长保要不公费呢，地多给你这样去领去，你这要不就公信个那长保上去领去的，可能你那么看不了出来，我觉得是。其实慈心跟悲心是一体的两面。所谓慈心的定义是给予众生快乐，悲心的定义是拔除众生痛苦，也就是我们一般中文所谓拔苦与乐。所以呢，法王就是说，它就像是手掌跟手背一样，手心跟手背，所以一个部分是拔苦，一个部分是给予快乐。所以我们回到慈心跟悲心的定义，慈心的定义是愿众生若能获得快乐，该有多好；而悲心的定义是愿众生能远离痛苦和痛苦的原因，该有多好。所以其实它是如同我们的手背和手心一样一体的两面。假使一个修行者在慈心的观修上有所长进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强迫或造作，他悲心的观修能力自然而会增长。所以当一个修行者他悲心的观修能力增长的时候，他慈心的观修能力也自然而然的增长。慈心的观修和悲心的观修是相辅相成，虽然在教导的时候可能会有次第上的顺序不同，但是事实上，如同前面给的比喻，它像是一只手的手背跟手心是一体的两面。就是等于大家讲个强迫的功能不算一般，强迫功能都呢，强迫的功能呢。讲到我那阵的讲到个这我都有类比呢，必须嘛同意理解长。所以像您卓兄刚才有提到，慈心跟悲心的观修两者比较起来呢，好像慈心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法王仁波切说，假使对于慈心观修比较容易升起的话，我们着重在慈心观修升起的那一个zewa那个爱心，那个关爱之心，如果我们能够深化它的状况，那么在悲心的练习里面，我们也可以渐次顺畅的达到所要求的目标。第一呢，我觉得性格的不的，文书给给情绪的，这些的，你这个甚至他的东内的产能量的这一路的这话的当，第二个电能量把落地上的一个这话的你不的。这话的基本就没生气过，这话没是蛮新的人呢，这话当吃惯多少年，这话当高多少天，对对，其实都多数的人呢，这话供应商高供的，这话供应商吃过供的，对对，一个人呢，那就那样，先配的商务需求能真我跟这话的结果就要嘛。无论在慈心观或者是悲心观，首重认识慈爱，要认识所谓的爱心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爱心是什么，在进行慈心观或悲心观的时候，会非常的顺畅。无论是针对若众生能离苦该有多好，或者若众生能具足快乐该有多好，这两个向度跟层面都能很顺畅的进行观修。问题何在？问题在于我们很容易将所谓的爱心和喜欢混淆在一起，或者我们很容易将爱心和贪恋混淆在一起。如果我们将贪或者喜欢误认为是爱心，而不断的去观想贪或者是喜欢，反而强化了这不正确的一个面向。所以，如果我们误以为贪爱跟喜欢是爱心，而持续用我们所误以为的贪爱喜欢不断的观修，那么一切时一切处，我们都没有办法产生一种真正利他的心。他妈的那工具，就是说等找不着修有的是，那么有的又要去搞修去，那又要在跟你去做个事呢。这话对了，落点呢，
你就长的走的，长不长的个走的了，落地的呢，落卡西的呢，得是个掉切的多看，落卡西的呢，得是个什么呀？装切的来看个，生活几个，这个不多呢，走大大的没事做的是，可是公不赢呢，这里呀，装那个电那个错的，全部这就没得看，没推你可能，上了那个刚下这个人出事的这里头呢，那得。走的长不长的走的，你就长的走这样嘛。他们两个非常相似，我们很容易把贪恋、喜欢跟真正的爱心混淆在一起。那该怎么办呢？法王仁波切教导我们，无论我们在修慈心所摄持的爱心，或者悲心所摄持的爱心，假使我们在观修的状态，这种爱、这种快乐。受到我们升观真正爱心而增长的话，那这种观修方法是正确的。相对的，如果在观修的过程里面，快乐变少，或者是忧郁增加，这代表我们的观修的内容跟方向需要调整。同时，如果发现当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反而是越来越为自己着想，那这也代表我们观修的内容需要调整，很可能是我们把爱心跟贪恋混淆在一起，或者我们把喜欢误以为是真正的爱心。但呢，那就觉得的主要在里面在看的，他烧菜的恰恰的是，但是大春秋的特别这个补给。那个日大这个部队，阿妈那个大出场呢，那甚至说的现在这个过三六七个呢，他们让个都统计了，可春秋嘛这个下场你就春秋节呢，说说嘛里面没想到个三六七个，就是主要个生活的修长个小个的三六年间呢，周干多钱呢？可说的就这个语法的加起加到生活这个修点呢，用个就是就通用的，可不给看拉行的那个就多些贴着了，这里写的呢，那看拉的这一季呢，可以所有的上面对家里间的所有的可看拉的3年，中国的产业就是明显的生活能力啊，让个就上班的就通过一张的，等于从全部学会就3年，这我就多少。这说到那个特例啊，那用讲话特别多的，做法特别多的是，跟每年真的做法特别多的是。或许我们在外面看到昆虫或者小野生动物，当野生动物的母亲将它的子女生出来之后呢，它还非常的幼小，可是或许它的妈妈因为觅食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它即将被一个很大的昆虫或者其他的野兽要吃掉。在遇到这种危机的状况之下，我们伸出自己的援手去救这个好像是肉团一样刚出生的小动物，救了他们的命。假使救成功了，我们内心会有一种很自然的快乐，认为我救了它，让它远离被其他动物伤害吞没的危机。进一步我们看这个小东西楚楚可怜，它没东西吃，它饿坏了，我们赶快去找一些它所能够补充的养分或者是食物，让它填饱肚子。当我们看到它吃饱了那个表情，或它远离饥饿的那个感觉，我们内心非常的安乐，认为我帮到它，让它远离饥饿，获得饱足，得到营养了。这种自然而然升起的快乐，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升起这种快乐，这就是相似于我们乐义词里面所观修的爱心。如果真能如此，就代表我们观修的爱心正确了，成功了。咱们都得这双八的，让给超过党，那么军家党，就是这些认为呢，都参加地方的上，前呢，或者东南的这，东南上，或者东南的查到去呢，上边上我去接呢，上我第一场比，那个或者了，这个指望钱，我吧，加上指望这个3点呢，干嘛不好意思。
现在进入第三个次第，所缘的对象扩展到我们所拥有的家人朋友，无论是所有家庭成员，或者是互相认识的朋友，愿他们能远离痛苦，该有多好！安住在如此背后深刻的爱心之上。干嘛嘛5分钟。10分钟了。我牺牲，就让这婆婆，那就牺牲这些他妈的让就业前进。那这做个东北的差不多现在是，等于讲是能力吧。能力。我牺牲这些的什么的啊，这做个东北的差不多现在要么第一能力，这个也这个上前进，这个他路线，干嘛那好，你我打不得上。那么我们前面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自己，第二个是所在乎的人，第3个阶段是家人朋友。那现在进入第4个是较不熟悉所认识的这些家人朋友里面。同样的，我们以一样的方式观修5分钟。这么应看，那么应看的，甚至爸妈嘛不学吧，这都是他们的，你把那个是叫做什么当爸妈的，甚至他们东来差不些那样，第传媒的来长不接，你第讲的要差不多那心意找我的什么当，找我的当用嘛的吃什么当，或找我名上的，或你也没找我的名把这些个错，这什么当嘛一下。这当我找我的当我嘛，就是呢，你心里找我的呀，东南差不些嘛，那边地上的找个落的，光的日本的这类似。谈到人帮了吧？是，但那就他都是光不够，但忙不光图呢，老当的这类似。法王不是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前面的观修训练的好，将来还可以继续延伸到非敌非友的陌生人身上。我们可以思维这一切非敌非友的陌生人，以我们自己的能力思维它的数量。那愿他们都同样获得快乐，远离痛苦，具足慈悲。这时候，对于一切陌生人，我们要产生平等舍，在我们的当央，就是不认为他是敌人，也不认为他是至亲朋友。而这时候呢，升起平等舍，远离一切的这种执着或者是仇恨，而以全然的爱心，愿他们离苦得乐。这是将来我们在观修过程所能具足力量做到的。第二个，然后的东北的这两笔上到第一档，这些刚才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可是事实上法王不是有强调，我们要思维，愿他们若能获得快乐，远离痛苦，该有多好的想法。当这才积累呢，很可能讲到的解放的想那些过来是。升起平等舍之后，那就进行如同慈悲心的观修内容。可以吗 ？OK。那对应确的，去追求了，这个能够继续谈这个。这样子的主要有呢，主要的呢，主要的就没呢，听讲说那边些的，那的主要的当的。那工作能力啊，生活能力，没地方看中国都，东北有看的中松都是主要这类的，地区那的那都，对来这条的很多就上中。那以上呢，完整的将观修的次第教导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包含今天教导修慈心以及修悲心，或者这过程里面
有什么好像做不太到的，或者是哪一个部分有所疑虑或者有所不清楚的，都可以用接下来的时间来向尊贵的法王这些做请示。这个家庭跟朋友，比如说有4、5个、6、7个，对不对？那如果一次观修那么多个，可能会乱掉。是不是说这次修的时候先观修特定几个，下次再观修几个，还是一次要观好多的？比如我的家庭有7、8个，我要一次观修，可能等一下懂我意思吗？남이 조금 먹고요를 참상 미시 민가 미주 미든 대립념도 검대가 제가 출력이更有是一个可能简单讲个可能讲那大的得不多听嘛人密集吞解嘛样的你把你可能简单讲个人나만 참아도 미ပတ်진나나 상어도 니슈여베는 니슈 타고도 바고츠 미반나도 주 쳔바체 그 방고 제제지가 장바 공부 있는 데가 되었다 쳔의 제마루나 미만이 저와지야 들어왔어 니주 공부연네 저도 동네 다 타고지나 남바로 디디 저거한테 제도 그 다음에 미ပတ်생바 참아도 그 코도 참아대 그뒤에 준비반나에 참 제일 부분이었어. 이 준비반이나네 뭐뭐 준비반나를 통으로. 당고때 상황방에 당고도 뉴욕과 상디아 비반나의 전장의 전에 저는 뭐뭐때 저왔대 나 미ပတ်点 줄이었어. 我们现在开始如下，假使家庭成员有20个也没关系。首先，我们是一种概念式的意象。重点在于慈心是愿彼能得乐该有多好，悲心的话就是愿彼能离苦该有多好。这个彼是古时候说他们这个意思，而主要使用的方法是大概意念，想说这20个人或者是这7个人是我家庭的成员，如果意念到了就可以，并不用特别想要在观想里面把他的样貌、把他的外形观想得清清楚楚，这倒是不必。我们只要意念及这些家庭成员朋友就可以了。然后等你这几年这个么就呢，当给出让给到地方么就呢，出让上的呢新的过去的这个上当，那这个上当的这个一年，等到多的米八国个世界的长幼忙幼干也不这里。세미바데 조도마 다스코 미바나로 주 담보 생바장제 제는 디 동네데 디 동네 디 장비 그 동네다 장난에 저거 코로나 센테니 저거 미바데 저거 코로나 게 되는 저 미바데 나리아 신제 도서도 소다데 이한테 키우는 되는这当上旁边的这当做点来是。如果前面所教导的方式还是没有办法很熟练的观修，可以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可以分2次啊，或一半一半啊，以自己所习惯的方法都是如理的。而这边法王里面特别强调一个重点，我们所缘观修的对象是辅助，而重点是爱心，也就是这里虽然提到我们观想了亲人、在乎的人或朋友谁，可是他的样貌他是谁，其实并不重要。而是依于他，我们能升起一种，假使是慈心的时候，愿他能获得快乐，该有多好；悲心的时候是愿他能远离痛苦，该有多好。而这背后的最强大的动力是一种不由自主、自然发生的这个爱心。我们要观修跟专注的是藏语里面说 “zewa”， 也就是这一份爱心，而不是在乎于我们想。家庭成员是哪一位啊？他的样貌是什么样子啊？这并不是重点。安息的这个这个上当中就等到了，就让给没这个说的一直做的等到这个当中的是。不要主要观想的是爱心，而不是强化我们观修所缘对象他的样貌。等到了。观想的这个样貌的 Q 呢，那多还是？那多强。这 Q 呢，那主要是
切个起来一张，这么广告拿出来的。如果我们在观修的时候过分强化对象的样貌或者他是谁的话，这时候我们的心没办法专注在慈爱以及爱心的观修上，变成被他的样貌还有他是谁抢走，就变没办法专注在爱心之上。那这爱心这上面这套的美国的达到的土耳其里呢，台湾这个是体育创下的，体育创下的对的是包括体育人面前的。假使我们正确的观想安住在爱心或者关爱上，快乐这种乐受会自然的升起。当快乐的感受自然而然升起，我们就能感觉到身心的放松。OK， 可以吗？好，谢谢。还有，有什么问题吗？啊，有啥？有很多人会就是会喂那些流浪猫、流浪狗之类，但是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去喂。但是我不会去喂，但是我会觉得他们也很可怜。那他花很多时间去，那是不是代表我比较没有悲心？老他们了，大部分给气到，大部分给洗面毛毛了。你看些这我修全部工作，看到毛毛展示节了，看到了大部分给气到，大部分给洗面看到这，你那样人民间这个那样，米色看到这嘛说。米色卡拉这嘛牛，那个人家创的称大的呗，那感觉需要做对嘞。Good question 第二呢，这个人毛不多啊，人毛不有一张，爱心自我介绍的，那就经常是就常见的自我介绍的，自我介绍人们的吧，爱心平时跟你。都做个人的嘞，自我全部经验。感谢人民是跟你没有人员自我经验开，这个自我经验没款我呢，讲句什么说呢？现在世界用做了自我的接触过没的，但是我说自我就开始这个呢，自我穷人，没把他们的路没张，没把这些自我的人站那个目标有多少？这边回答，其实。能令我们升起悲心，或者是悲心所缘的类型，有非常多的众生。从最正确的角度来讲，是对于一切众生没有任何偏私、无遮无分别。而有些人他特别对畜生到动物的有情众生有强大的悲悯之心。有些人则不是对于畜生道有强烈的悲悯之心，而是对于人道、对于人类有强烈的悲悯之心。然而菩萨是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大慈大悲，对于一切众生具有平等的大爱。而目前我们的状况呢，都是小小的爱心。一在动物那里啊，养不是这样的，那是爱心的行为啊。这个全国境内，行为流浪者的生活经验，吃的健康。人家去吃流浪者那个很多的，这个境内如果有健康，说起来都会想到样子的健康。对对，我都知道的，等到被确认用个这个产业和产业掌控，能吃的都这个介绍有的了，等到我都最代表的要钱的多少。有些人对动物里面产生爱心的状况也是不同的。有些人专门针对猫有强大的爱心，有些人专门针对狗有强大的爱心。有些人他会爱护流浪猫，但是他不喜欢流浪狗；有些人喜欢流浪狗，但是他不喜欢流浪猫；有些人喜欢其他的动物，或者他喜欢猫狗，可是看到其他昆虫动物可怜的时候，并不想要特别帮助。这里所提到，在我们观想的时候所具有的所缘呢，其实它是一个观想所安立的一个对象，并不是所强化这个重点。但每个人也知道这样的样，人家能够过来噻。人类当中亦复如是。人家满足等等的，我他妈做不了这样，全部都得用途嘛，就是的，主要是的。他们公起来，那也就是对于人生给
正往一个头呢，让兄弟的拍照的世界的东马通菜呢，东马地里边就业个上路去，数码还是累进的，对了，然后你把可能吃的话，对，这个工笔只有这个现在拍不着，讲话的话，就这等于对了呀，给谁突然个吃的西米的，这年的突然这个出比就成这么来噻。由于我们是初学者，所以在观想所缘，我们是次第进步，我们一步一步慢慢的进步，要练习到使我们自己的内心不需要由他人来强迫，能够自动自发、发自内心产生帮助别人、利益其他众生的想法，这就足够了。当我们能够产生不需要他人特别勉强，而能自由自主、发自内心产生帮助他人的想法以及动力，这代表我们的慈悲观达到了效果，发生了效果。而并不代表我们对于猫狗没有特别给予食物就不具有慈悲心。OK， 还有没有问题呢？你有问题？没有，就是回馈，就觉得最后的感觉就是在观想别人就是悲心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反而自己会比对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然后反而觉得其实自己拥有的还蛮多。其他民间讲这个초미세지 종송，但是呢，明显的동안의 자원이 상수 이 재화 수시모 공유를 개발도 랑길라 펠롱도 미션하기 동안 가세 요요가 얘기 동안 총총 니가 제리가 랑기 동안 계속 총으로 소화 종송 一样过来是。这非常好，这个分享。在蒙桥的县的东面的卡图的错的这个嘛呢，第一个他把你让的东面的错的呢，上面讲的这个，你的东面怕被电把我是个中可能当不过去的，但是你把它算对了，你的东面怕被电把我是你的这家伙，你的是你的数就是说碰不得是，然后碰不得呢，东面电把的大是，这东面电把你把的。电棒的水接触过的时候呢，东面这个那个唱到当天的旁边干啥子当那个错那人这个的，就是听他们的人给碰碰的东面电棒一般的东面的唱到的唱啥人这个的，第一边出的没想把它忘记。我当我当时可以大家来申请一张，我东面肯定把它可能不有的啥。那个东面这个没有能写的，很多的东面面对吧？我们几个人上，第一张我让面对吧，那些过来面对吧，你们军人也看到了，这个街上的生活的有幸福的是。特别这个想法非常的好，而且进一步给予指点。其实，在观修的时候呢，对于痛苦方面，不会马上教导对于别人的痛苦取而观之。原因何在？在四圣谛的教法里面，首先初转法轮的时候，佛陀宣说了苦集灭道。那在宣说苦谛的时候，佛说此乃苦，当了之苦。为什么说此乃是苦，当了之苦？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藏语里面用谛，也就是我们中文的此，这个此指的是我的五蕴之身。我们的身是五蕴聚合嘛，正因为我的五蕴聚合之身为苦，而在四圣谛里面用一个谛这种的典法，它指的是一个真理，它确实是真相，所以我们具有痛苦的一个真相存在于我们的五蕴之身上，所以呢。首先要认识并且了解自己五蕴上的痛苦，同时以我自己为例，我不想要痛苦，对吧？所以我也希望别人不要承受痛苦，所以愿我和其他的众生都不要领受痛苦，同时也真实的令彼等获得快乐。所以仁波切提到，唯有通透解脱道的圣者，就是他自己如理去实修，
知苦灭集，修到正面的这个过程，达到就近的圣果之后呢，才有办法帮助自他众生真正的解除痛苦。所以以目前我们的能力跟目前我们现阶段而言呢，能够了解自身五蕴是苦，同时以我为例，我不想要获得痛苦，其他的众生也不想要痛苦，愿一切的众生能远离痛苦，该有多好！如果做到这样的观修，就非常的好。你看 ，OK， 那 OK， 我们时间到了，5点了，最后大家一起回向。我们今天那个打坐啊、教授这些的播报，你自己还有亲戚朋友，所有一切的众生，希望得到快乐，就我们这样回向可以。